由香港語文精英協會主辦、語常會贊助嘅 AI 中文故事會故事創作與 AI 圖像生成挑戰賽頒獎典禮正式開始。我哋今日共聚一堂咧，其實係要完成一項非常重要嘅任務，就係喺 AI 嘅科技浪潮入邊咧，見證我哋點樣將最先進嘅科技轉化為學習路上嘅動力。而更加令人振奮嘅係咧，我哋即將睇到同學點樣利用佢哋嘅想像力喺創作嘅海洋入邊，借助 AI 生圖呢個東風嚟到開闢出獨一無二嘅創作航線㗎。面對 AI 浪潮，我哋要做給予指令嘅人，而並唔係執行指令嘅人。呢個係講得好好嘅。AI 可以做好多嘢，但無論點都好，唔能夠話因為有咗 AI 就剝奪咗我哋自己嘅創意，剝奪咗我哋自己嘅感受。其實咧就係除咗你哋要識得去點樣去俾 AI 一啲指令之外，好希望大家咧為咗過好你嘅人生，為咗寫好你嘅作品，首先有一樣嘢，你都係要廣泛閱讀，同埋多啲練好你自己嘅文筆。透過閱讀別人的故事，令到別人嘅故事進入到你嘅靈魂裏邊，成為你靈魂一部分嘅時候，你嘅心靈亦都會變得好豐富、好廣闊。所以咧，今日呢個比賽咧，能夠咁好咁喺文字嘅創作、繪圖嘅創作、科技嘅結合、人文嘅結合、商業結合喺起咧，係一個創舉嚟嘅。喺創作嘅過程當中，我都發現咗 Midjourney 其實都可以好容易咁樣出錯，於是我就不斷更改俾佢嘅提示字眼啦，最後就有一本書嘅出現啦。喺自己擅長嘅3個題材上面加入咗 AI 元素繪圖，就好似歷史同埋科技呢一次微妙技巧，令個故事更加精彩同埋豐富。喺呢次嘅創作經歷上，我明白到科技喺我哋嘅生活同埋創作上面有好大嘅幫助，但我同時意識到科技發展嘅同時，亦都會帶嚟一啲隱憂，就係會令我哋變懶。喺創作繪本嘅過程，我不時都會遇到啲困難，例如人工智能會曲解我嘅指令，畫出同故事情節無關嘅圖畫。喺呢個經歷，我學識到點樣更加精準咁去輸入指令。所以喺 AI 嘅現代啦，我哋善用科技，可以幫我哋將我哋嘅情感思想去呈現喺另一個好浪漫嘅畫面、好美麗嘅畫面之餘呢，咁最緊要嘅基礎，我哋要翻去文字。你識唔識將你嘅情感感覺呢，透過文字呢去同 AI 溝通呢？多謝大家，希望大家呢繼續支持呢個活動。